教诲。随着年纪大了嘛，要节省皇室啊，节省皇室啊。另外参考胡耀帝君，就是李洞宾先祖八仙的纯阳祖师的宝源护命宝方，宝源呢，护命宝方呢。要爱惜精神，你要他日担当宇宙啊！不能炫耀一个晚上几次啊！可能一次以后没有了精力以后，就是变成浪费社会献力啊，浪费社会献力，下场会社会线早日衰老，社会线的问题提早发生啊，射护线啊，膀胱啊，要小心哦，要变成那个频尿、夜尿次数会变多哦，泡尿很危险的，肾脏功能会衰竭的，所以要戒饮啊。O 型的人最好色，特别要戒饮，要修身养性，常念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比较不会好色，比较不会想要淫欲，要有伟大的志向，比较不会好色。就像少之时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啊；及其壮也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斗啊；及其老也，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德啊。孔子伦理讲到了君子有三戒啊，君子有三戒，O 型的人特别戒